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。今日講下我嘅出生冥想師。喺心靈周曆入面，我嘅冥想師係第29週嘅冥想師。呢個詩係咁樣㗎：我思考力嘅火焰，俾我內在嘅力量燃點，但係要詮釋我人生嘅經歷，除咗思考，我仲有宇宙靈性泉源嘅力量嚟幫助我。而家夏天對我嚟講就係過去，冬天對我嚟講就係未來嘅希望。呢一刻身處於秋天，我用思考嘅力量同宇宙靈性泉源嘅力量，平靜咁樣回顧我嘅過去，消化經歷，讓佢成為一股對未來嘅創造力。呢首詩讓我百感交集。呢個星期嘅冥想詩對於我嚟講係我嘅生日嘅冥想詩。詩入面透露咗我靈魂嘅 destiny。我就係一個以思考力切入靈性學習嘅人，而我嘅專業呢，就係帶領大家用思考力同宇宙靈性力量去消化自己人生嘅經歷，我以此去幫助客人創造自己嘅未來。我嘅 destiny 原來一早就寫咗喺我嘅生日冥想詩裏面啦。我報名參加 biographical consultation training 嘅時候，都仲係一無所知。嚟到中年，開始咗人生梳理師嘅工作，先發現尋找咗一世嘅我係邊個嘅問題嘅答案，原來響出世嗰刻已經有答案啦，只係自己一直都唔知道。尋尋覓覓大半生，原來答案就係響個起點嗰度，但係冇早知啊！如果我20歲嘅時候俾我睇到呢一個生日冥想詩，其實都冇意思。以前用我當時幼嫩嘅人生智慧，我根本就冇辦法參透。有時候人生嘅答案就係需要年月慢慢先至浮現出嚟。答案從來都唔會嚟得太早，亦都唔會嚟得太遲，就係啱啱好。喺我42歲人生大轉彎之後，答案先至浮現出嚟，就好似要同我講：啱啦，你轉啱咗個彎啦。而因為我一直都唔知道我嘅冥想師，然後我前半生就學人去商界入面闖蕩一番，睇返轉頭，其實又冇行冤枉路嘅。呢一啲經歷令到我靈性導師嘅工作更加貼地。我並唔係嗰啲森林行出嚟對現實世界一無所知嘅人。我同你哋生活喺同一個真實嘅世界裏面，靈性成長從來都唔需要脫離現實生活。PM 我話畀我知你嘅出生年月日，我哋一齊睇下你嘅生日冥想師到底要向你透露啲乜嘢啦。如果你有緣睇到呢一段文字，可能就係你要面對自己 destiny 嘅時間已經到咗啦。